啊，做什么的？队员啊，队员。潛入心頭。咁作為過橋有一個探莊望，咁作為傳統舞獅，我哋依家有5位評判咧，佢都會跟住獅子。能唔能夠做到個配合嚟評判一個？咁其實咧，作為舞獅有個規則，剛才我講啦，用10個方面去評判。咁其中一種形神、動態、神態。哪怕一個舉手、一個投足，都係一種神態嘅演繹。嗱，呢啲係典型傳統啦。嗱，呢個係有種堅持嘅。發現有個水中有個倒影，好似我嘅形喎，正其他第隻獅子，呢個叫做單足探水，揈水，最緊要有水，荷包啊！點啊？嗱，咁啊獅子咧喺過橋完成咗一系列嘅動作同埋形神。傳統舞獅盤青，我哋代表咩啊？寓意生財，賺到盆滿缽滿。剛才我哋睇咗啦，從左邊慢慢轉過右邊，咁亦唔同嘅方位咧，獅子去裝望嗰個盤，咁呢一種有個探青試青嘅過程，裝望探試。
邊嘅直徑咧唔能夠超過3公分。咁啊呢個係啊對運動員一種藝術嘅挑戰。咁如果你穩陣嘅嗰啲整個大幕去跳啦，實穩嘅係嘛？咁所以咧喺我哋觀察到佢咧講究功架時候，器材都有一定嘅規矩。好啦，踩完聲洗腳。走個小圓場，你睇佢走個小圈圈，其實9號線都冇用㗎啦。踩完車沿路返回，好高興啊！即係代表我好高興啊！我從呢個嘅我哋講師咧最緊要由頭到尾係一氣呵成，因為有啲叫虎頭蛇尾啊，但係有啲真係要上頭都食到落尾嘅，呢種係食指嘅人啊！好，敬禮，掌聲。